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邀请新闻时代头先就来报现在。食药署宣布讲，核准高端疫苗制造申请，经过检验高端的抗体效价是 AZ 3.4倍。专家会议当中只有一个人反对。奥地利驻台湾代表入境台湾，甲唔免隔离嘞。指挥中心表示，根据外交专案，外国大使会当登去处理隔离，外交部也会派人去看顾。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继续在变强，可能伫拜三下晡发布海上警报，拜四早起发布陆上警报。今仔日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产疫苗的代志。食药署宣布讲，核准高端疫苗的制造申请。食药署长表示讲，经过检验，高端的抗体效价是 AZ 的3.4倍。伫咧21个人的专家会议当中，只有一个专家来反对，所以通过高端的申请。卫生部食药署18日邀集国内化学制造管制、药学、毒理学、临床医学者专家开会审议高端新冠肺炎疫苗专案制造申请案。依照试验结果，高端疫苗的中和抗体数据比 AZ 较悬，是 AZ 的3.4倍。另外，血清反应比率95.5%，也比标准要求50%较大。参加会议的21个专家当中，除了主席无参加投票，18个人同意，1个人要求补件，敢若1个人无同意，通过高端疫苗专案制造申请案。是有一位是勾不同意，但是即使我们有采记名，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专家他所提的。我们没有全程录影，对，那我们当然都是要借重专家们的专业。那这部分，我想他们在会中都充分的表达。食药署表示，未来高端疫苗适用伫20岁以上的成年人，爱注2剂，让28天。疫苗伫专案核准制造期间，高端必须每个月提供安全性监测报告。被核准专案制造，高端并无派代表出席记者会，敢若发布书面声明表示，公司会依照规定执行安全监测，并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也甲亲像年龄层扩充者的其他验证性试验，以得到常规药证，也甲国际认证为目标。外界关心是安怎即个试验无公布甲高端对比的 AZ 疫苗效价，但是中回应，因为即马有2间国产疫苗用共7份资料比对产品，为了公平，目前拢无公布。社会对这种事情，专家审查会议都有很多的争议。那有一派会特别主张说一定要全程公开。那有些人就是要尊重专家的意见，表意权能够让他自由。这2个各有它的优缺点，没有办法说谁好谁坏啦。如果全程公开，其实谁又能够保证没有背后的交易在？陈时中表示，8月份高端疫苗应该当少量上市。对于高端新冠肺炎疫苗专案制造申请通过，总统府表示尊重专案会议甲科学证据。若是总统府总统什么时阵会带头注国产疫苗，总统府会依照指挥中心开放注射计划进行后续的相关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有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3级警戒若准备降级是真有机会，毋过就是爱一步一步来，是因为有真侪国家一放零了后，疫情是搁再举起来啊。谢谢大家。国内增加1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新北市11例上济，桃园市3例，台北市1例，另外增加1例死亡个案。15例里面有9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6例关联不明，还要持续做疫情的调查。国内疫情慢慢等候，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为3级警戒降到2级可能性真悬，不过要慢慢来，强化预防应变能力。因为即马有不少国家若放令，疫情就回升，所以咱台湾会用稳健式的开放。英国实在是很大胆了哈，他们现在案例数也4万多，那他们昨天也解封，那大家也看到他们那样一下子解封，在夜店啊，在街上那样的一个情绪，我相信风险很高了哈。不过他们的本钱是在疫苗打得非常的高哈，不过也染疫的也非常多，那这也是一个经验。另外，为防堵Delta病毒，指挥中心也宣布强化机组员检测措施，为7月1日开始，长途航班回台拢要各增加1摆 PCR， 各入境时就采检。就算已经注2剂疫苗，也要实施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若是派飞8个重点高风险国家航线回台湾，14天国家检疫地点，皆能选择防疫旅馆或者是防疫宿舍，免选客机。
近来大家也知道哈，在国外的疫情可以说是再起，好，那而且是以变异株为主，而且来的也是很快很猛，好，所以在边际这边暂时性的在这波疫情还没有，就是说没有缓和情况，只会更严，不会更松。做疫苗意愿登记甲预约系统第3轮的意愿登记，伫19中到12点为止，全国有887万人登记，其中495万人有意愿做 A1 疫苗。但市长表示，会针对第6、第8、第9、第12甲1973年12月31日以前出世的民众发送预约简讯，差不多170万人会收到。按算7月23到29开始做。毋过，只有选 A1 疫苗人才会收到简讯，若无未收到。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去互保险员为着病人客，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来确诊。目前这个团保链已经有3个人确诊咯。市政府也讲做调查的时阵，个案拢会袂记讲伊捌甲啥物人接触过，恐惊会变做是防疫空芳。若准有暗坎实证者，上重会当罚到30万。桃园一名女保险业务员顶礼拜5确诊，伊捌去客户厝内底拜访，这客户的妈妈当时有家属症状，18先被公布确诊，19客户本人也被公布确诊。这个案子是跟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15491有关联，这在居隔的期间采检确诊。保险业务甲这对母仔43人为53人目前无法度确诊，一定是围堵疫情的关键方法。毋过桃园市府发现，最近10几个个案当中，其中3人有严重行踪的事情，依法严罚6到30万。比如说，这个发病前3天，他什么事情都忘记了。那我们在这个疫调中的轨迹出来以后，也发现他确实有其他的交友情形哈。那甚至也有一位是说，他去哪里，结果疫调出来以后没有去那个地方，是去另外一个地方哈，所以造成我们一些疫调的困难。那有时候会 delay 2、3天。市长郑文灿也表示，部分个案交朋友复杂，活动较宽，确使交朋友的范围稳重不步，会加速扩大乌数，真歹折断运行传播圈，所以说来去会展开疫情收敛计划，特别追踪这类染疫者的行踪。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宣告是3级警戒，若准9月，佮因为疫情关系，学校继续咧停课咧。台北市有提出一项规划，就是分做一部分的囡仔去学校上课，大部分的学生囡仔拢踮伫咧厝里，看教学现场的这个影像放送。不过，这个规划已经有团体出来嫌骂，目前新北市是讲无要参考。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7月2日，虽然疫情转好，不过9月敢会当顺利开学，也无定论。若讲继续3级警戒停课，台北市规划小学甲高中上课采取分层分流。以国9甲高3来讲，分做实体上课甲伫校附近教室公布看直播，两边各占50%。学生以实体到学校为原则。国小1年甲6年国8参高1甲高2上实作课程是以班群为主，2到3个班组成班群，其中分为 A、B、C、D 4个群组。A 组是有照顾需求的人，爱到学校上课。B 到 D 组是伫厝公布看直播。实体上课人数大约5至15人，落实每回组，保持安全距离。8月10号之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定调，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会召开视讯会议来征询我们教育伙伴。还有专家，包括家长的意见啊。因应疫情，台北市规划创新的上课方式，扣押予教师团体甲家长烦恼，实体教学同时线上教学真歹兼顾。谁要到学校实体上课的时候，所有家长一定全部举手。那个教学变成是没办法顾全线上教学，还有在家里的哈。就老师来讲的话，他的一个负担一定是加重，这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一个教学效果到底能不能完全展现出来。很有可能就是现场的学生的一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然后线上的一个也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会变成两头空。台北市初步计划采取线顶线卡南做会教学，不过新北市目前无地理做未来将以各地疫情甲环境采取实体授课、分流授课甲线顶授课等多元模式实施调整。新北市的教育环境具备多元形态。台北市的单一方式并不适合我们新北市，我们新北市会有自己的规划与做法。那为了避免就是说整体这样教育的一个落差，所以采取分流的
来讲做一个补救。我想这是可以来研究的。北市府也强调，开放部分学生到学校实体上课，优先予有照顾需求的学生，甲父母是第一线防疫人员。另外，其他有需求的学生以班群的方式轮流到学校，教学学生以年级甲班级分流为原则，成立防疫隔离区，规划活动区域甲动线，以确保校内人员上少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群人，15个人13暗时伫咧屏东牡丹湾饭店做伙食火锅。不过目前全国是3级警戒期间违反防疫规定，卫生局甲伊每一个人拢罚10万块。而且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陈正文，当天也含厝内面的人住伫咧饭店内面，也因为这件代志引起社会议论，陈正文已经宣布要辞掉职务。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希望公务人员就要管好家己。一群人13暗时伫饭店餐厅食火锅饮酒，引起风波。屏东牡丹湾美达群组事件，逼出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陈正文，迄一暗也住伫遮，宣伊讲酒大无参加火锅群组，毋过即马佫传出，伊出现伫迄一暗无登记伫房间食饭15人命单内底。餐厅有分1、2楼，那人员的部分，那进进出出。那这部分的确有它的一个比对的一个难度，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县府就要业者也提供了相关的一个摄影资料，好来看看从外面的部分能不能去做比对。饭店容留5人以上群组食火锅，互屏东县府罚6万。高女厝比对伫房间内底食物件名单了后，拒发的15个旅客，卫生局认定违反群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法罚10万，无挂喙暗食，佫另外罚3000。县府因为告诉法无关系，证实陈正文是毋是伫处罚名单，毋过伊已经伫18暗时口头请示核准。程序还是需要由行政的公文流程来完成后，才会正式获准。那目前陈正文执行长是在请假中，那他的职务会由我们另外我们2位副座来代理。陈正文正式离开了后，会由行政指派新任执行长，或者是由其中一位副执行长代理。因为陈正文牵涉群组，和社会观感无好清时，行政长苏贞昌也表示，希望公务员以此为戒，言行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里长出面指控讲这个3天前，奥地利驻台湾代表因贵口罩对外国入境台湾说拢唔免隔离，直接登去因住所在，引起民众惊吓。指挥中心表示讲，因为外交的关系，用专案方式，互外国的大使会当登去处理隔离。外交部也讲，一切防疫措施拢安排，也会派人去看过。这个是不是后门专案？同岛一命是搞这一招？玩假的吗？有分贵贱吗？有分 VIP 吗？哪讲哪会大会这样收起，是因为明明6月底指挥中心就宣布，国外入境者一律爱住伫防疫旅馆还是检疫所。不过里长却接到民众陈情，有驻台代表回来了后，直接登到社区徛隔离。问相关部门才知影这是外交部专案，批评政府开后门，无顾到民众的安全。我想请问外交部。怎么会有外交部专案这回事情？我想请问 CDC， 你怎么会同意这一点？好，让我们社区产生隐忧。防止狂向特权的就是奥地利台北办事处处长李就表示，驻台代表一家3个人，大约半个月前回国做疫苗，7月16日登来台湾，捌伫土耳其转机，下昼4点左右登到台北市大安区徛隔所在地处隔离，只是。规栋大楼一站4户，至少160人住共站，不免有住户烦恼着病。大厅电梯顶登记厝的爱经过的公共区域，也可能加做感染源，居民心惊吓。对此，外交部指挥中心拢做出回应。我们基于这些驻台机构的官员，他们执行公务时候的保密需求，外交部我们是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专案先请指挥中心评估，并且同意。他们回到这个他们自己的寓所去，也是依照我们的防疫规范。那这个中间呢，外交部也会负责去做健康的关怀。
指挥中心表示，因为外交活动甲互惠精神，同意外国使节返来台湾了后，以专案模式伫厝隔24天，搁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外交部强调，已经规划完善的防疫配套措施，也继续甲相关欧洲驻台机构保持联系，促请官员落实检疫甲隔离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要去东京奥运的选手，伫今下晡1点左右对上山机场出发，而且是使用包机的方式去到日本，沿路拢有专车来接待，未接触到其他旅客。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政务委员唐凤也拢去到机场感送，期待咱的选手会有好的成绩。今天中华代表团是起了个大早啊，一大早就离开了左营泡泡园区。当有咱国代表团134位成员，19透早为高雄总营的国训中心包2只高铁专属车厢，搁坐专车去到松山机场，全程搁规格防疫，避免甲其他旅客接触。选手的行李一一消毒，准备出发。大金呼声悬的亚当女神郭幸纯出现机场带着笑容。世界球后地主影伫帽仔挂乌目夹，低调塞着行李进行报道手续。顶摆伫里约奥运一人奋战的换马王子李志凯，即摆无孤单，加3名队友同齐拼。为了避免群主机场大厅扭出专属动线，佮安排选手接受访问进前，麦克拢爱先消毒一摆。因应疫情，喙暗是每一位选手一定准备。有人也搁会挂护目镜，还是面罩，唔敢戴意。你现在是第2次参加奥运，你要不要讲一下自己的感想？就是觉得比较没有像上次那么的紧张，觉得说自己就是在这5年之间也成长了很多，然后相信就是在比赛上也会有不错的成绩。因为在过去1年的时候，我的状况不是那么好，对，那其实延了1年之后，我有正常的调试之后，我觉得我这次可以全力以赴。因为东澳选手村已经有确诊案例，团队除了专心比赛，还要加强防疫作为。即摆由华航包机载选手出发，行政院长苏贞昌、教育部长潘文忠拢亲自送机。原定要出席东澳开幕式，不过取消行程的政委唐凤也以目睭看的送别代替亲自祝福，希望选手前进东京奥运第18个运动种类会当摕到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继续伫咧变强。气象局表示讲，上紧伫明仔载就会变做是中度风台啊。虽然讲这风台要安怎行是无法度完全来确定，不过就有专家预测讲，可能伫拜3下晡发布海上警报，拜4早起会发布陆上警报。另外，今仔早起也有一个气旋，叫做是今年第7号风台，不过暂时对台湾是无影响的。礼拜二，全台高温伫33到35度，其中桃园、新北温度搁较悬。罗德甲大园伫中昼时间降到38度，会有安尼天气甲地形以及风台外围沉降有关系。第6号风台烟花继续增强，有个上紧明仔就会转做重台。各地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受到它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周4到周6这几天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观察烟花台风距离台湾会有多远的情形。北部地区在山区的部分是有可能会达到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气象局表示，烟花风台中心位置伫台北东边1000公里的海面，以偏西的角度向台湾北部海面方向行。不过，风台路径也有真大变数，卡出地压内有变动，或者是其他分析发展，拢影响到风台移动速度甲路径变化。东亚呢，正位于一个相当大范围的季风低压的范围内。这当中呢有台风、热带性低气压，北边呢有太平洋高压，南边呢有西南季风。这几个势力呢盘根错节也相当的复杂。周4到周末这段期间，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另外，气象局还推测伫广东附近热带性低气压，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第7号风台查帕卡。目前风台路径有个调向广东方向行，暂时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两个风台是毋是造成天然效应？气象局指出，查帕卡会维持风台强度，还阁看伊甲烟花的相对距离，才知影是毋是有相互作用存在。无确定性还阁真大，还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1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个人感染源目前正在调查。另外，今仔透早南口的三井outlet有人来确诊，市政府也随启动企业体检专案来协助。另外，台北市也有1个人确诊，这个病例行踪捌去过桃园高铁站附近的outlet，甲台北车头附近的健身房。伫上山户政事务所也有1位工作人员昨暗来确诊咯。市政府也出动体检车去甲因做体检。新北市19新增加11例，其中5个人是旧案，居家隔离体检确诊，有3例是家属收位，也有3例确诊，分别伫板桥、泰山甲土城，感染源也搁伫查。另外，南口三井outlet人员19早起 PCR 体检确诊了后，新北市政府紧急通知百货公司差不多3200个员工停止上班，大规模体检，业者原来停业1天消毒。要求业者启动清消筛检跟健康监测管理。这个部分做完以后才可以赴约。赴约的时候，员工需要持阴性的证明，才能够进场。未解封的部分，新北市除了18公布5馆1园开放，19原来宣布比较顶礼拜图书馆照业模式，开放71间红仔册光碟出租店，采用预约制，由业者代替出境，而且要做前后拢爱消毒。但是户外海沙堡也是暂停无开放。另外，台北市19新增加1例偏好案15555，7月初4捌坐高铁到桃园华泰名品城，7月12至16伫家己厝的面店用餐，7月13甲14尾也嘛去台北火车站前的健身房运动。这个是中正区的个案，那它也是这个今天的唯一一个案子。那因为这个个案它的 CT 值是15.5，所以是比较低的。台北市上山户政事务所1个带家人的员工，18暗时伫家人采检确诊，市政府19针对这栋行政大楼做测304人采检，也完成消毒，安排6个同事居家隔离，也通知这个员工把服务过的36个民众自主健康管理。机动的快筛队，你知道哈，整个车子开到松山户政事务所，所有人下来全部一个一个全部做筛检。他工作的那栋楼要停3天，整栋大楼是停1天，照标准。台北市也提出产业纾困新方案，包括着托婴中心，若做6月到7月停托期间，无向家长收费，也是收钱了后专业退费，上悬补助15万。市区公车业者因为收入降低，也互因总金额2.9亿的补助，航空巴士原来互因拢总2624万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台中今仔日无增加病例出来，不过第13确诊的30岁家教老师，伊个人是溜溜去有去过4个县市，目前防疫做追踪的对象就有66个人遐济。市长罗秀燕表示，确诊的家教老师伊唔配合调查，10倍也已经该罚30万啦。台中市宣布19无新增加本土个案，因过市政府对确诊家教的社交款疫调也阁持续伫进行，目前已经确认差不多66人，其中包括新增加5个计程车司机，拢伫采检当中。这5位就是经由我们 QR code 的这个实联制的扫描去追踪的结果，总共匡列了5位计程车司机哈。那这5位计程司机目前也在安排采检当中。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13公布的确诊家教，除了来协助搬厝的朋友以外，另外还有2个外县市的接触者拢确诊。这几个查甫人拢伫初5参加一场社交聚会活动，确诊家教一直唔肯清楚交代去过什么所在。市政府持续比对，发现伊唔那伫初1坐铺摇马登台中，早伫初2开始到陆续伫10天内，甲5个人分别带6间旅馆。这个家教人一条无实在，台中市政府决定罚伊上悬30万块。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不会完全说他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我们觉得有些个案比较特殊的话，我们会透过警政协询的方式去处理哈。那有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吐实，那如果没有完全吐实的话，的确就妨害疫调。根据台中市政府疫调，确认的接触者为3个人，雄增加到66人，卡正分看到台中、彰化、双北4个县市。市政府讲，目前采检结果1个人确诊，59个人阴性，6个人还搁伫采检。双北县市政府是讲，只要跨县市拢会通报，确认也只是按照规定，若做有疫调无实在，拢会依法罚钱。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义享天地大卖场今仔日是暂停营业一天，进行大消毒。主要原因是内面火锅店的员工来较紧啊。这个病例是伫咧7月11发病，那阵前2礼拜算做是稳足期，伊有3天人伫咧高雄才来进行大消毒。不过市政府也讲，传染的风险是无讲解决，不过这细粒是无成本，而且业者来消毒啊。清洁人员规身躯红白白，沿轨位厕所、电梯这公共空间全面消毒。高雄到7月18连续17天无人确诊，19天高雄义享天地煞关馆大消毒，引起民众质疑。一直传义享天地停业1天的消息，市政府证实是百货公司内底火锅店员工确诊新冠肺炎。在高雄的居住地之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工作地，就是义享天地。这他的工作地，知道。那你们还要来上班？我们有一些行政作业要做。确诊者是按15513，本身是北部人，3月中去高雄税处工作，6月29登去北部，7月11出现上呼吸道镜头。好亲像是件温主公事件，佫引起2次争议，个案17确诊，高雄18都接到新北通知。市政府为镜头出现迄天向前算14天潜伏期，列出确诊者有3天高雄卡热。火锅店的工作者13人，以及这个整个大楼居住地的管理人跟清洁人员，总共5人，还有相关的一些驾驶是21人这一部分，目前快筛是呈现阴性 ，PCR 的部分还在检验中。是昨天确诊的个案，我们在疫调上面一看到有高雄的部分，我们就通知了。市政府表示，确诊者潜伏期内，敢若6月28至6月30有去高雄的卡热，大部分是工作地甲税处的所在来回，认为讲伫高雄感染的风险无悬，已经考虑密切接触的21个人，初步采检拢是阴性。不过确诊者卡热过3礼拜才停业消毒，难免引起紧张。市政府是讲，也是希望场所拢安全无问题，才通知业者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因讲伫19要宣布解除封锁，大部分的这个限制拢要来取消，有真侪5、6场所是重新营业。虽然讲英国的疫苗注射率是真悬，不过也有人烦恼讲，安尼做根本就无重视弱势族群的风险。这毋是咧看年算时间，因的心情却比看年也较激动，因为英国19透早正式解除大部分的防疫限制，最后开放的夜店总算会当重新营业。大批伦敦的民众前伫现场音乐会，欢乐跳舞规暗，享受人甲人的互动。I want to dance. I want to hear live music. I want the vibe of being at a gig, being around people. I think I'm really excited for that. I feel like we've lost it. Yes, it feels like Freedom Day. It really, really does. Yeah, to me. 英国驻疫苗率非常高，已经有87.8%的成人驻第一档，2/3的成人完整驻疫苗，是首相强生大胆支持境界解除的原因。虽然大港确诊数一度提升到5万，已经回，关于注射率已经减低确诊甲重症的相关性，不过这个声音真回。英国有380万临床上真脆弱的族群，彻底放零防疫，这会为因带来焦虑。自由地的讲法听起来也特别差耳。It's very much more of a anxiety day for many of us, and we're not just talking thousands of people here. We're talking 5% of the UK population. 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强生因为要甲确诊的卫生大臣贾维德接触，向追踪 App 通知需要自我隔离10天。We did look briefly at the idea of us taking part in the pilot scheme, which allows people to test daily. But I think it's far more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sticks to the same rules. 强生原本无打算要伫厝隔离，想要改用监督实验，逐工采检继续工作，不过随风批评，这是政治特权，所以伫3点钟来大改变，改登去即马隔离10天的规定。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在咧东非洲国家昆阿发生载油的公仔车并车了后爆炸意外，造成现场13人死亡，24个人重伤。这台公仔车的并车是因为要闪到对向的来车才会发生意外，也因为载油的公仔车并车了后，民众3钱要来抵油，无细力就发生爆炸，上无造成13个人死亡，24个人重伤意外。主要原因是民众拢伤过散车，才会冒险去抵油。
讲到极端气候的关系，和美国甲罗西亚的野火是烧袂体，当地政府是无法度甲火来拍花。另外，印度的雨季较晚来，18伫明北所发生水崩山，造成23个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之一个萨哈共和国野火烧出来的火焰，互51个城镇的居民已经几落天看无日头，因为搁透大风，所以火烧炭较真紧，烧掉的林地差不多80万公顷。当局派出军用直升机载运2270外个消防人员，伫地面甲野火伫咧车拼，毋过效果有限。首府雅库茨克市长18建议民众踮伫厝诶，毋通拍开窗仔门，避免受伤侪火焰。Если бы не сильные ветра бы, ну, удалось бы побыстрее бы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А вот сейчас, как видите,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е ветра, с этим вот 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ают у нас. 美国加州甲内华达州各界7月初4雷公卡掉所引起的塔马拉克大火，日透暝还搁伫烧炭，超过21000英亩的林地烧了了。国家广播公司 NBC 新闻讲，消防人员对地面喷阻燃剂，想要阻挡大火。毋过，伫当地时间17早起5点为止，一点仔效果都无。设伫爱达荷州的国家消防中心，截至15个资料显示，全美国12个州有70个主要火场，烧掉的林地超过100万英亩。若是伫南亚的印度极端气候用另外一种的形态发威，24点钟无停落大水雨，18透早伫孟买附近引起土石流，崩塌的围墙将几落间民家跌歹去，一寡人还搁伫困，根本就袂赴逃走，活待伫土梅沟内底，目前已经知影有23个人不幸死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北市长郭文哲拍算要开40亿，家己去买 mRNA 疫苗，予市民来自第3档。原因是要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甚至伊也讲可能会无少负债，也要买疫苗，甚至伊搁在考试中央政府讲这是中央爱做的代志。台北市长郭文哲要开40亿无排除经济，家己买第3剂新冠疫苗引起关心。过去国民党也想要协助4县市买疫苗，郭文哲捌真侪摆认为，家己买疫苗一定比民间搁较困难。如今态度煞180度大改变，伊讲防疫爱提前部署，尤其是买疫苗，免搁慢慢来，搁将疫苗无够的球等互中央。到底现在的疫苗有效的程度会到什么程度？这也不知道。就基于科学上的理由，你还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准备第3剂了？因为这个现在开始编明年的预算，你知道？其实老实讲，这种事情哪里是台北市政府要处理，应当是卫福部底下的国卫院，然后什么这种那种幕僚机构去想说，到底台湾要不要超前部署？买第3剂新冠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中央早就规划布局，甲台北市府目标同款，各透露已经到谈判最后阶段。各国都需要次世代的疫苗，那大家都及早在准备。那指挥中心我们这边也在相关的谈判上面也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好，这方向是跟我们一样，那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毋过做疫苗了后，不良事件真多。上新通报，总共有2839件，其中做 AZ 有2514件，做莫德纳325件。怀疑做疫苗了后死亡有444例，其中做 AZ 死亡有403例，做莫德纳死亡有41例。7月16号到18号有新增104件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非严重的不良事件有35件，还有死亡24件，还有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是45件。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统计资料，到18下晡，全国做新冠疫苗超过519万剂次，其中 AZ 超过246万剂次，莫德纳超过272万剂次。疫苗注射人口涵盖率21.56%，基础人口比21.11%。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受小看解除封锁，不过观光旅游业到当时拢无收入，偏偏进前的纾困贷款要开始还钱啊！着业者呼吁讲，政府的补助着要加天挂，贷款还钱的时间也着要延后。不过达到好时机的关岛疫苗旅行团目前是袂加下叫，大部分拢是企业去报名起来。Relax. Okay, relax. 1, 3, 1.
民众家己翕最近参加关岛旅游行程，由专人注疫苗的画面。虽然最近国内扩大疫苗注射对象，也是有袂少人选择自费出国注疫苗。国内上大间旅行社向西旅游6月杀出5天4暝关岛疫苗旅游行程全部销完，就连22天的长天期行程也超过预测，301个名额真紧就销完啦。旅行社分析，旅客对疫苗品牌有特别的指定。5天4暝行程有40%的旅客选择 BNT，22天期当中有90%的旅客选择 BNT。辉瑞部分至少第一剂跟第二剂要间隔18天，先打完第二剂之后还有3天的时间，96%的旅客会选择施打 BNT 2剂。不过业者表示，疫苗旅游行程是真需要才会去，对着国内扩大疫苗注射对象，相机就渐渐减少。其实，为疫情爆发以来，国内观光旅游业差不多拢无生理。部分业者是讲，去年受到疫情影响，申请的纾困贷款，今年已经到限钱的时阵，互营运更较困难，呼吁补助都要加钱，搁延延贷款的期限。从去年陆续就有在申请，今年已经到了还款期。那今年的状况呢，又比去年更惨。所以是不是这个政府应该把这个纾困贷款的还款期应该展延？再来，纾困贷款的办理来讲，甚至应该要有第2波或第3波。截至5月底统计，政府纾困执行率较无50%，业者是批评纾困无到位。有业者认为讲纾困贷款申请的顺序麻烦、补件困难，一直讲劳动部承办单位业务量大，人力严重不足，建议相关审查工作要赶紧发包出去，才会当加速推动纾困效率。交通部观光局是回应，贷款点延需求牵涉到金管会，会伫1礼拜内提出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较真严重的餐饮业，行政院打算要搁再施行振兴券，来协助餐饮、旅馆、艺文活动等等的行业。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这个政策是需要时间来做准备的，目前是无鼓励民众出门。不过，就业者认为讲，若准备施行振兴券，这金额就爱求悬。新人举办婚礼的婚宴大厅，即马空，3个境界禁止内容婚宴会馆变做疫情重灾户，业者停业2个月，也是爱支付我800位员工的薪水。对此，行政院准备再度发放振兴券，优先锁定急需抢救的餐饮业。台湾餐饮业联盟表达乐观其成，也不过认为金额至少爱提悬到5000，还是1万。是除了发振兴券以外，我们也希望说，针对我们餐业还有这个婚宴业，去做更多的这个专案的这个补助，因应那个疫情的冲击，那这个电商的成长，然后外送跟自取，那所以这次经济部也在这个振兴后也提出了一个怎么样帮助业者。那化写提悬振兴券金额，支持东表示政府补助方案爱分期分流。行政院有计这礼拜开会讨论，要求国发会、甲经济部、交通部、文化部、农委会等进行相关盘点，参考去年状况规划方案。另外，振兴措施上路的时间点，行政院长苏贞昌19讲话保留，强调现阶段有缘无鼓励民众外出消费。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大帮忙，不过这个整个需要准备，同时目前疫情也还在3级警戒中，还不能鼓励民众出来消费。目前还是以防疫工作为优先啦。目前整个各个部会都是正在收集跟了解各界有关振兴措施的相关意见当中。国发会指出，目前疫情还未放令有缘的收集各界意见。苏贞昌表示，去年实施振兴券，人民参与程度达到99%，带来2000亿的经济效益，有效刺激类似产业。所以，这摆再度发放的振兴券，聚焦餐饮、旅宿、展演、艺文活动等。也不过，苏贞昌讲，需要准备时间到啊，自然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有宣布讲，会当小可解除封锁了后，国内艺文场馆也开始使用登记方式，要互民众来参加活动。伫高雄的画布营，今仔日就公布后半年的艺文表演，而且会先用当为这方式来进行。疫情里面，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被打倒，我们一定会想出方法。对，没有衬衫，我们就用纸板。用线上的抓帮下做观赏桥，画布营艺术总监甘文彬宣布，今年后半年将会有几啊档节目甲活动伫画布营顶场。经过精心设计，而且沙盘推演，如果碰到疫情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应变？
从9月开始，大家都可以进到卫武营来跟我们欣赏现场的这个表演。指挥中心宣布，警戒小可降级了后，各大艺文场馆积极准备，期待迎接民众。卫武营推出基金制作舞蹈、音乐、戏剧等多样性的演出甲活动。第一波卖票将采用每回组形式，第二波以后佫看情况调整。另外，当年秀罗拢会邀请各个团队来台演出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今年佫因为疫情警戒升级，改做全面线上化。5月的时候，疫情爆发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完全都没办法演出啊！大家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音乐什么的，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借由这个机会，跟我们这边的观众可以了解到这些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团队，他们的音乐跟文化。今年的主题音乐会中有19个国际团队，其中14个团队是头一摆参与。除了这之外，主办单位也策划友谊之夜，邀请有关注新冠疫苗和台湾的美国、日本、立陶宛甲斯洛伐克团队参与。也佫有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北国际合唱大赛，今年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台湾疫情目前较稳定，台北市也要为20时开始开放淡水国际博物馆、棒桥、435艺文特区等室内空间，期待疫情的转好，会当协助艺文产业渐渐恢复生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头份的上越兴业电子公司，今下晡发生液态氨气爆炸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事故原因目前也正在调查。救护车的警示声响未线，赶紧将受伤人送去病院急救。苗栗头份的上越兴业实验室，19下晡发生液态氨气钢板爆炸意外，致死3人受伤，马上将伤者送医。不过，其中1个人到医进前已经无生命现象。出来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了，对，所以2个都出来了。对，哦，好，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会？好像气体外泄。这个意外致死1死2伤，其中摄影的员工紧急送医抢救，宣告不治。剩5个伤者是脚趾片大面积受伤，骹手也真侪所在受伤。另外剩3个伤者是输入氨气送医治疗。响应那个兴业它的实验室，那个阿莫尼亚钢瓶爆炸，钢瓶目前至少是20公斤的钢瓶。对，它是在操作机械设备，那个操作高低温的那个气体灼伤了。好，那这部分也已经公司这边也已经通报国安中心这边派员前往调查。详细原因要去调查。苗栗县府强调，发生职业死亡会派人发送慰问金，也继续关心进行后续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苗栗泰安乡对外主要车路标62线，伫咧6月30的时阵发生水崩山，一寡土石啊、雪甲车路拢冻掉的，县政府开3礼拜时间抢修，目前敢若会当单线通车尔，而且民众若准备行别条路，就要靠一年。民众也讲，需要一条安全的路，感觉是遐尔的困难。土石位70公尺悬的山壁规个崩落来，苗62线规个切断，连下边100年历史阴残的水圳川良圳也规个受损。今年5、6月，望政府和这条泰湾温泉区对外主要的联络道路发生60年来上界严重的崩塌，和当地交通真不方便。从来没下过这么大块，就像下面这样，然后就滚这样滚下来啊！我们现在居民就从下面才能走，那个路啊大概要增加30分。从大湖到泰安要多加40分钟的路程。像8栋的大石规个崩落来，即摆还阁镇伫个温水溪畔。苗62线道路顶的土石已经清掉啊，目前敢若会当维持单线双向通车。时间单位先用几落10支铁机固定山壁。再搁了鸟泽西河南保护路边，泰安乡长刘依兰建议，会当伫爆发南平兴建强高道路，解决苗62线较袂着到崩塌封路这个问题，互乡民一条安全回厝的路。避开山壁，用合体共构的方式，这样子会比做明隧道也安全也实用哦。如果走南岸，就是苗62线这边做合体共构，其实对我们原墩部落对我们原墩部落的生计是会更好哈。苗栗县工务处表示，目前已经研议道路分跨改善工程可行性的研究案，会纳入各方的意见，推出上好的方案。当中不乏有明隧道的一个施设，也有网络丝网，甚至是陆地共构加宽道路的这些工法，都会按照每一个路段的一个需求来进行做提出它的一个规划报告。
苗62线抢修工程已经伫收尾啊！苗栗县政府预定上紧，这个礼拜三就会当全面通车，互当地民众唔免过忍受交通不方便的痛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万丹的德林村有一区田，是这个地主要摕来发电甲饲鸭。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安尼做会造成生态破坏，就甲地主来抗争。居民也发现讲，最近有脚踏车伫咧种地，因就去到县政府头前抗议。这期万丹乡毋是政府核定的一电区，业者为虾米会当施工呢？村民捡白布条，徛伫县政府头前抗议县府应准业者伫农地饲鸭佮兼种电。农民会这生气，是因为因发现地主3工前已经请怪手开始种地。太阳能，起好伊就要放鸭落啊。伊无申请鸭，伊申请太阳能。伊太阳能。这对70几岁的老农翁仔某，住伫顶南村40多年，看到隔壁农地要饲鸭，即马佫讲要种电，因真烦恼会污染环境，附近居民嘛反对。变相说要盖绿能，绿能嘛袂当伫农地起啊，你爱去袂当种这个所在起啊。这个好的所在，为什么要搁饲这鸭落？这是重点啦，当然，阮一定要抗议到底嘛。被抗议的地主有2区农地拢总1甲外，农业局表示，饲鸭场若是合法通过，就会当伫厝顶申请绿能设施。鸭舍的建设，容许有过，但是它没有申请绿能，所以它现在还没有要做绿能的这个设施。农业局表示，会监督地主的新鸭场做好环保。不过，农民讲为着生活，因会抗争到底。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新北市的线顶就业博览会19就要进行第2批找人才活动，这届特别增加线顶面试，用 VR 科技小解企业，让民众透过电子批架上就当找头路啊。你好，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资讯面试。时薪就通参加面试。新北市政府19举办第2波线顶的就业博览会，可能真侪民众爱踮厝个囡仔，也是无方便到现场。佮有厂商特别增加 VR 科技，互求职者通伫线顶先看因的小解，了后才等履历表。这一次我们的客制化求才里面有4家厂商是 VR 都已经先拍好的，那里面就有很完整的企业的介绍和内容。新北就业服务处表示，虽然未解封，但是民众大部分还是先伫线顶找工课较济。另外，线顶就业博览会7月开办以来，因为失业来找头路的人占5成2，比去年同期加倍2成。这摆的求财行业嘛有小可改变。一般服务业和科技制造业的占比其实是相当的，都大约是占在2成5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解封现在来说的话，一般服务业开始释放的职缺有慢慢的提升。新北就业服务处指出，过去的天才有7成是科技制造业，即马随店头开门嘛开始有1块，总共有50间的厂商提供要1800个工课。另外，只要求职者用电子批注明要面试的企业，因嘛会统一收件转予厂商安排线顶见面。记者陈嘉文调随参报道。有真侪出门拢会戴一个面罩，还有目镜，要来防止胃肠病毒。不过，这款防疫用品是安怎爱来消毒的？咱赶紧来看医护人员来甲咱教。疫情期间，无论是出外或者是咧做工课，可能拢会挂着这款防止病毒的面罩甲目镜。不过，直接甲酒精喷伫表面做清洁，安尼做法是唔对的。清洁的部分，希望都是用75% 的酒精，那希望是喷在那个我们的卫生纸上面，再去做擦拭。那由上而下，不要重复交叉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它的那个材质的品质。这样子，那也千万不要用就是过热的去消毒。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唔是活的生物顶面活至少4点钟。也有研究发现讲，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喙暗顶面活7天。伊咱呢正确的消毒方式是真重要，应该爱先甲酒精喷伫卫生纸顶面，一撮一撮共方向切过去，唔通来回切，而且爱等伊打去才会当使用。
护目镜还有我们面罩的部分啊，基本上每天就是使用完之后都会做清消。但是，一旦你在做清消的时候，发现它的表面已经有刮痕，或者是脏污已经是清不起来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它的表面都已经有破损的状况了，就建议更换，不要一个用到底哦。虽然体用具消毒也是真重要，不过民众也是爱接洗手、定期换喙罨，这通尽量防止胃着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奥运代表团要去到东京奥运打拼一个好成绩咯。今下晡1点左右，坐着华航的专机对上山机场出发。咱台湾的东京奥运代表团有134位选手、教练甲工作人员，因坐着专机，伫咧当地时间5点的时阵，去伫咧东京的羽田机场。咱组织代表谢中庭也到机场来甲伊迎接。东京奥运大车拼，台湾一定赢。除了选手以外，也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及时就先到现场来确认，讲这个运动选手爱安怎防疫，选手村的踏踏地地，咱也做伙来了解。中华奥会会徽大获中华代表团1牌。中华奥会伫主媒体中心办公室正式成立。奥运期间，台湾的平面媒体将伫遮报道上新的比赛状况。不过，对10时到东京5位先遣人员来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回报选手村内状况。其实，在代表团入村之前啊，其实，在村内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防疫的设备，包含了其实我都说5步1位、10步1缸啊，都会有很多的酒精干洗手的消毒的作业。所以其实这个防疫的功夫啦，哈，其实各国的态度不一。那代表团的我们，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啦。将按上新防疫政策，等选手对职员入境安排住伫选手村加村外驻点，其中3个点将是羽球、射球到高尔夫大的饭店。在村外的这些点啊，无论是选手的比赛场，还是住宿地点，反正就是这2个地方他们可以移动，这2个地方都一定有采检站。美国奥会伫 NPC 的办公室也成立，因为美国代表团有620多位运动员，是亚特兰大奥运了后人数上侪1摆，已经有10多位行政参加媒体联系人员进驻。伫西班牙奥会媒体办公室虽然只有2位文字记者、2位摄影，也不过因讲会互西班牙民众知影180多位西班牙选手的消息。In here, in our office, there are people who help the U.S. media. So they're press officers who the media come and talk to them, or they go talk to the media, or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media, the U.S. It's kind media. of the bridge? Yes. We are just 4, and we have another person in the Olympic Village. And we have another reporter with our president. We have, each of us have 80 or 90 masks. 做好防疫，各国奥会甲媒体人员一切准备好，伫要开幕，只求每一位选手健康顺利比赛，争夺金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